大家好，我係原子。最近我收到一封令我好嬲嘅求助信，一個滿懷熱血想投身教育界嘅年輕女仔，竟然墮入咗一間沙田區補習社一場精心佈局嘅陷阱。我覺得佢呢啲咁嘅人冇資格做教育，喺度害人。當我深入挖掘之後，先至發現原來呢間補習社嘅黑幕竟然已經運行咗超過12年。而家我哋就還原呢件事件嘅來龍去脈。時間翻返去2025年尾，一個希望加入教育行業，而且需要靠自己做嘢嚟應付學費嘅女仔 Crystal， 透過網上求職平台睇到一間補習社招聘兼職助教嘅廣告，時薪係55至到88蚊。於是 Crystal 喺網上求職平台申請職位，嗰間補習社好快就透過 WhatsApp 聯絡佢，指示佢填寫職位申請表格去安排面試。當時 Crystal 覺得流程好快，好似完全唔使事先審核咁。喺面試當日 ，Crystal 到達咗位於沙田石門嘅一間補習社，一個自稱做 Tommy 嘅男經理同 Crystal 進行面試。呢個男經理40幾歲，自稱曾經喺外國實習，仲擁有心理學學士學位。佢又提到公司亦喺銅鑼灣另有補習社分店。喺面試嘅過程入邊，男經理全程都冇睇過佢嘅履歷同埋成績表，只係好似傾偈咁問佢去過邊度旅行、屋企嘅家庭成員有冇養過寵物等私人問題。當下都覺得有啲奇怪，之後佢仲同我講英文唔好同埋冇經驗唔緊要，喺佢嗰度做得多就會好。到咗簽約當日，男經理冇提供正式嘅書面合約，而係喺佢手機嘅備忘錄輸入合約內容，又以科技發達唔使用紙為理由，要求 Crystal 直接喺佢嘅手機上簽名。但其實呢份以英文撰寫嘅合約埋藏住唔少唔尋常嘅條款。首先，呢份喺香港簽署嘅合約註明咗受美國法律管制嘅字眼。而 Crystal 面試嘅時候，經理又聲稱補習社係一間美國公司，但根據香港法例，若果工作地點喺香港，僱主必須遵守香港嘅僱傭條例，所以合約強調受美國法律管制呢一點情況特殊。另外，合約上列明嘅人工亦同招聘廣告有唔同，招聘廣告列出兼職助教職位時薪55至到88蚊，但合約寫上嘅基本時薪就只係得40蚊。就連現時香港法定最低工資每個鐘頭42個1都達唔到，呢個人工喺香港補習界嚟講可以話係極低廉嘅水平。不過當 Crystal 對40蚊時薪提出疑問嘅時候，男經理就指若果工作表現良好，同時成功完成合約之後就會獲得額外獎金，所以61蚊先係真正嘅底薪。用呢個講法說服 Crystal 簽約。另外，如果缺席2日都未能夠提供有效嘅醫生證明或者安排代課，將會被視為自願辭職，員工需要賠償相當於5個星期人工嘅代通資金。對於一個基本時薪只係得40蚊嘅補習社兼職職位嚟講，賠償金嘅比例相對嚴苛。由於年輕嘅 Crystal 缺乏社會同埋工作經驗，加上從來都冇喺補習社做過嘢，唔熟悉行規、人工水平同埋香港勞工法例，佢只希望吸收教育工作經驗，所以就冇諗太多就簽咗約。但其實呢間補習社離奇嘅地方，並唔係只係得合約條款。啱啱入職嘅時候 ，Crystal 發現補習社似乎只係招聘年輕嘅女仔，從來都冇見過男應徵者成功受聘。但荒謬嘅係，男經理要求女同事着由公司提供嘅開胸短袖白色衫同埋黑色短裙作為返工嘅制服。Crystal 向我透露，呢套制服嘅領開得又低又鬆，而且短裙唔及膝。着住呢一套制服返工，我覺得好唔自在，因為驚走光，所以唔可以彎腰拎嘢。但就算踎低拎嘢，都會好驚走光，要自己就位。同埋因為個經理會坐喺前面嘅高凳上邊，所以低頭教小朋友嗰陣都要特登攞隻手遮住胸口位，等自己唔好走光。而 Crystal 都曾經多次目睹其他女同事嚴重走光。個經理要求返工要着佢嗰套制服，我覺得以教育工作者嘅標準嚟睇，呢套制服唔合適。但個經理話係公司要求，唔着就冇得返。雖然有女同事試過向男經理反映，表示老師着呢種制服感覺唔係咁好，但男經理就唔出聲。另外 ，Crystal 留意到補習社內設置咗唔少閉路電視，電腦亦加裝咗監控鏡頭，而且攝錄嘅角度對正住女員工心口位置。同時，男經理規定女員工必須要氣溫降到去12度或以下，先至可以喺制服外着住自己嘅外套。有一次天氣特別凍 ，Crystal 曾經短暫獲准着住長袖衫褲，但幾個鐘頭之後又被要求換返短袖制服。我覺得呢間公司好冇人性，要12度或以下先俾着自己嘅外套，
同埋單位係面向山區，套制服又係短衫短裙，每次返工都會覺得好凍，流晒鼻水。除此之外 ，Crystal 觀察到男經理長期戴住口罩，從來都唔會喺人哋面前除低，好似唔想俾員工見到佢個樣咁。就連食飯同埋飲水都會刻意行開，遠離下屬嘅視線範圍。Crystal 向我提及，由最初面試到之後做嘢，都從來冇見過男方嘅真面目。我入職到離職呢段時間，從來都冇見過佢嘅真樣，因為佢會叫啲同事出去食飯先，佢再買外賣返公司食。仲有佢想飲嘢都會刻意行開去廁所飲。除咗制服嘅問題令 Crystal 困擾，原本招聘廣告寫住只係需要批改作業、協助教學同埋維持秩序。不過公司長期人手不足，本來擔任助教嘅 Crystal 就要承擔導師嘅工作，但實際工作量其實多好多。試過我要一個人教4個小朋友，仲要處理其他雜務，有時佢自己要做嘅嘢都會俾埋我做。喺做嘢嘅時候，佢曾經親耳聽到男經理鬧小朋友蠢，經常大聲咁講嘢，又會用手佔住學生嘅手，然後做出扮打嘅動作。同時，男經理基本掌控公司所有嘅大小事，就算有任何做嘢或者待遇嘅問題，都只可以揾佢。另外 ，Crystal 作為兼職員工，除咗底薪之外，人工亦會因應工作量而調整。例如改一本練習簿會獲得額外1蚊，教一個學生就會按程度獲得9蚊至到14蚊不等。但員工必須要用公司電腦記錄工作量，如果入漏咗就唔會出糧。不過 Crystal 後嚟發現，男經理可以喺電腦隨意更改同事打卡嘅記錄，又曾經因為壞電腦而按員工嘅過往工作記錄嚟估算人工。後嚟甚至拒絕俾員工核對人工記錄細節，令 Crystal 質疑出糧嘅公平同埋準確性。而喺做嘢期間 ，Crystal 曾經請假3日，但就揾唔到人頂替，亦都冇醫生紙。佢擔心會被公司視為曠工或者自行離職，要賠代通知金，所以就決定主動喺 WhatsApp 詢問男經理點樣處理。但經理嘅回應未有釋除 Crystal 嘅疑慮，之後經理更加直接無視佢嘅詢問。後嚟經理多面以帶有威脅嘅口吻向 Crystal 表示，如果之後乖乖地做好，公司可能唔追究。但日後若果有其他同事曠工，公司翻查記錄認定 Crystal 帶頭就會懲罰佢。經理仲講，即使 Crystal 做滿合約期，公司喺法律上1年內都有權向佢追究。當時我覺得好唔合理，但因為我份合約未完，所以都唔敢辭職。就算辭咗職，都會俾佢追究，真係覺得好無助，冇胃口食嘢，成個人好焦慮。雖然 Crystal 認為公司同埋男經理嘅管理手段好唔合常理，但因為佢簽咗半年合約，所以就決定硬住頭皮再做多一段時間。不過直到2026年初，Crystal 嘅好朋友偶爾喺網上見到有媒體大約喺1年前，即係2025年報道某補習社嘅男經理曾經涉嫌不恰當咁對待多名女員工。朋友分享呢則舊聞俾 Crystal， 而 Crystal 睇咗相關嘅消息之後，發現當中提及嘅竟然係自己做緊嘅補習社，但其實呢間補習社嘅黑歷史早喺10幾年前已經漸漸曝光。呢間活躍喺沙田區唔同地點，包括馬鞍山同埋石門嘅補習社，多年嚟不斷深陷欠薪、合約陷阱同埋騷擾女員工等多重醜聞。根據我多日以嚟搜集到嘅資料，佢嘅負面消息最早可以追溯到12年前，即係2014年。當年已經有網民指馬鞍山雅圖居商場一間教育中心突然搬遷，前員工留言指控公司男負責人口才好，但品格差，同另一個林姓女子專靠呃家長同埋老師牟利，而且勞工處、法院同埋警署都有相關嘅記錄。網民直指嗰間公司聲稱嘅美國總部同埋美國教育方式都係虛假嘅，亦有家長留言呼籲唔好幫襯呢間公司。喺4年之後，再傳出一間馬鞍山中心嘅補習社以不良嘅手法經營。根據2018年網民喺連登討論區公開嘅一則經歷，同埋同年媒體香港01報道，嗰間補習社嘅男經理經常用假名簽署合約，利用合約漏洞或者已經執咗笠嘅公司名同埋印章簽約，又喺員工離職嘅時候以未完成合約為由扣押人工。經勞工處調查之後，發現嗰間補習社嘅時薪低於當年嘅法定最低工資，同時有前員工指控公司使用大量未經授權嘅翻版教材。當中一個事主嘅男朋友曾經將事件公開喺馬鞍山街坊嘅 Facebook 群組，但就被補習社要求刪除內容，威脅會發律師信。同時有苦主發現嗰間補習社嘅公司註冊同埋銀行戶口登記人都唔係一向露面嘅男經理，而係佢嘅女朋友。而網友根據馬鞍山警署嘅記錄，揾到慣常用假名嘅男經理真實嘅名，懷疑有人企圖避開法律責任，
雖然有苦主喺小額錢債審裁處獲判勝訴，但被告就一直冇按法庭判令支付任何欠薪。2年之後，即係2020年，有熱心嘅網民喺 Facebook 群組提醒家長小心嗰間補習社，指控有人涉嫌欠薪同埋騷擾女員工，包括偷睇員工嘅電話同埋私人 IG， 有規管女同事嘅內衣顏色同埋長度，故意用低領口嘅制服。到咗2021年，再有網民公開朋友嘅經歷，指嗰間補習社將員工請假嘅行為視為曠工，仲即時解僱，唔單止唔出糧，反而要求員工賠償提早離職嘅代通資金，仲指公司電腦冇嗰個員工嘅工作記錄，質疑事主返工證明。而補習社聲稱有美國總部，但網民查證之後發現根本就冇嗰間美國公司，而當時嘅香港商業登記證亦已經過期。事主先後2次上門追討人工，但就反被補習社威脅要報警，而事主亦通知咗勞工處有關事件。喺4年後嘅2025年2月，有網民喺 Threads 再提到嗰間補習社嘅種種問題，通知大家嗰間補習社已經由馬鞍山搬到去石門。同時，網民指出嗰間補習社喺網上求職平台列招聘廣告嘅時候，會更改商標同埋店名嚟隱藏身份。當時有唔少網民留言討論，當中有女仔分享佢喺嗰間公司嘅工作經歷。女事主表示，男經理曾經對佢做出不恰當嘅舉動，指對方曾經對佢性騷擾同埋表白。亦有另一個女網民以長文控訴男經理喺課堂上向小朋友灌輸不良嘅價值觀。老婆唔一定淨係可以得一個㗎嘛，男女朋友都唔係淨係得一個啦。女網民又公開咗一條疑似係男經理喺課堂上教小朋友講粗俗說話嘅短片，而網民提到男經理曾經強調女員工着低領衫同埋短裙制服能夠吸引男家長購買課程，又經常吹噓自己喺美國讀書同埋進修嘅經歷。不過女網民發現對方嘅講法前後矛盾，加上英文水平唔出色，認為男經理好可能虛報自己嘅學歷。事件引起廣泛討論。喺2025年4月底，電視台節目播出3個年輕嘅女士喺2023年嘅親身經歷。佢哋表示，男經理當年成日都借故親近進行身體接觸，又無意中發現公司電腦存有大量偷拍女同事嘅相。而喺2023年，3個女士決定報警，但男經理就竟然向警方誣告其中一個女導師偷取小朋友嘅手機。當時警方拘捕一個涉嫌非禮嘅男人，但警方最終向受害人解釋證據不足，建議銷案。你知唔知道上網嘅一瞬間就會令你暴露喺個人資料外泄、黑客攻擊、私隱窺探等眾多嘅風險之中呢？而家只需要一個 Surfshark 嘅 VPN 訂閱，即刻可以為你同家人嘅所有電話電腦提供無限裝置數量嘅強大全方位保護，一家大細都可以放心上網。Surfshark VPN 令你瀏覽網站、玩遊戲、網上購物或者使用公共 WiFi 嘅時候，隱藏你嘅網絡行蹤，確保連線安全，保護電話電腦免受黑客攻擊，無時無刻保護你嘅個人私隱，甚至可以令你繞過當地嘅網上內容限制同埋政府審查。而 Surfshark 連線高速 VPN 伺服器更加令你做嘢同埋玩遊戲嘅時候暢通無阻，所以每個人都應該要裝備一個 VPN。而 Surfshark 最新推出人工智能電郵詐騙偵測器，令你管理電郵嘅時候更加安心。而家透過原子訂購 VPN 計劃，更加可以獲得額外4個月使用限期。而家即刻到下面嘅內容簡介區 click 入獨家申請連結 surfshark.com/mratom 或者俾錢嘅時候使用原子優惠碼 mratom。本集嘅事主 Crystal 向我透露，當佢喺2026年初意識到現時做嘢嘅補習社有大量嘅黑歷史，又發現連最初面試男經理自我介紹嘅名都係假嘅，佢認為呢啲行為好得人驚，同時擔心日後繼續同經理一齊做嘢會被騷擾，壓力好大。合約入邊嘅賠償條款造成咗好大嘅心理壓力俾我。考慮辭職嗰陣有諗過要唔要返多1個月，但又驚被騷擾，因為合約上冇寫實際要賠幾多錢，所以會擔心要賠好多錢。但返呢份工賺嘅都已經唔多，之後我仲要自己俾錢交學費，真係好大壓力。最終喺2026年2月，佢決定正式提出辭職。喺辭職大概3個星期之後，佢發現公司未有按香港僱傭條例喺離職7日之後支付所有人工尾數。當佢嘗試追討嘅時候，男經理竟然以官方嘅口吻泛指 Crystal 爭公司錢，聲稱佢剩翻嘅人工數額唔足以抵消提早離職嘅代通資金，甚至威脅佢唔俾錢就會告上法庭。我覺得好嬲，佢本來就應該要出糧俾我，過咗成個月都未出，問佢拎翻仲要威脅翻我轉頭，話我爭公司錢，真係好無恥。Crystal 曾經向勞工處求助，
但署方解釋，由於合約條款同埋 Crystal 嘅實際工時都未達到保障兼職同埋臨時工嘅連續性僱傭合約門檻，即係俗稱418條例或者2026年新修訂嘅468條例。面對補習社利用合約漏洞逃避責任，勞工處表示能夠提供嘅協助相當有限，只能夠建議佢尋求義務律師嘅法律諮詢。呢間公司用咗同一個套路已經12年，如今竟然仲可以如常運作，而男經理甚至曾經向 Crystal 表示佢淨係計劃喺大陸開分店。我覺得佢之所以仲可以持續營運咁多年，係因為佢會喺求職網度不停改公司名嚟請人，同埋又搬咗去新嘅地址，所以其他求職者唔知原來佢就係上過新聞報道嘅鹹濕經理，想保護其他女仔，唔想佢哋入去俾人騷擾同埋做白工。我覺得佢呢啲咁嘅人冇資格做教育，喺度害人。多年嚟，呢間補習社游走法律邊緣，就算多次被前員工同埋媒體揭發不當手法，但仍然有唔少無辜少女唔知道真相而誤墮陷阱。Crystal 非常感謝你願意企出嚟，將呢段唔愉快嘅經歷轉化為大眾嘅警示。